嗰年冬天，縣城裏面嘅人都記得一個場面：綢緞莊嘅蕭東家周文才攤咗足足3年，竟然俾一個周身破爛嘅小乞兒用3支針炸返好消息，好似生咗翼咁。3日之內傳遍成個縣城，可係邊個都唔知道，嗰個小乞兒自己都不過係個喺街角乞食嘅可憐人。縣城唔大，東南西北4條街最熱鬧嘅係正街。正街嘅街後有間綢緞莊，灰牆黑瓦門面企嚟，開咗3代人，係周家嘅祖業。綢緞莊嘅蕭東家周文才20歲成親，婚後唔夠半年，秋天出門收數，路上淋咗一場雨，嗰晚就攤咗2條腿，好似死咗咁，完全冇知覺。周家使咗成1萬兩銀，請勻晒遠近嘅郎中針灸、湯藥、艾灸，咩辦法都試過，冇一樣搞得掂。舊年冬天，周文才嘅老婆頂唔順，走咗周家老太太差啲喊盲對眼。綢緞莊門前常年曬住太陽嘅藤椅上面，就躺住呢個20出頭嘅後生仔。佢裹住好厚嘅棉被，面色蒼白，眼神空洞，好似一尊被遺忘喺角落嘅木偶。冇人知道改變呢一切嘅，竟然係一個連自己個名都講唔清楚嘅小乞兒阿九，係個孤兒。8歲嗰年，佢被人吊喺城隍廟門口，從此就喺街上乞食。佢唔知自己姓乜，唔知爹娘係邊個，淨係記得街上面嗰啲細路都叫佢阿九，因為佢污糟邋遢，好似條冇人要嘅野狗。佢生得瘦猛猛，頭髮亂糟糟，塊面總係帶住灰，衫褲補丁疊補丁，腳上對鞋露晒腳趾，可偏偏有一對亮到出奇嘅眼。呢年冬天，阿九喺綢緞莊對面曬日光，俾綢緞莊嘅伙計一腳踢開佢，爬起身，拍拍囉柚卻冇行遠，踎喺街對面，隔住來來往往嘅人群，望住藤椅上面嗰個裹住棉被嘅後生仔。隔籬茶檔嘅婆婆見佢睇到入晒神，遞咗碗水過去，你都想佢碰下運氣。阿九接過碗，咕嚕咕嚕飲晒，抹咗把嘴。咩運氣？茶檔婆婆壓低把聲，嗰個少東家攤咗3年，周家請咗幾10個郎中，使咗成1萬兩銀，冇一個搞得掂。你如果醫得好佢，周家可以俾你金山銀山。阿九歪住頭望咗一陣，忽然企起身，拍拍囉柚上面嘅灰，就向綢緞莊行去。喂，你唔要命啦！茶檔婆婆一把拉佢唔住。綢緞莊嘅伙計正抹緊櫃台，見一個污糟邋遢嘅小乞兒捐入嚟，伸手就攔。喂喂喂，乞食去第二度，呢度係你入得嘅地方。阿九閃身避開幾步，飆到藤椅前面。藤椅上面嘅後生仔聽到動靜，擘開眼，望見眼前呢個衣衫襤褸嘅細路，眼神裏面冇驚訝，亦冇惱怒，只有一片死水咁嘅平靜。你係邊個？阿九冇答，直接伸手掀開咗佢髀上面嘅棉被。你做乜？伙計追上嚟，一手揪住阿九嘅衫領，正想向外拖藤椅上面嘅周文才，卻開咗口放咗佢。伙計一愣，鬆咗手。周文才望住阿九，上下打量咗一番，語氣淡淡嘅：你想做乜？阿九踎低身喺周文才髀上按下，按由小腿一路按到大髀，又按下腳板底，用指甲叉下腳趾，有冇感覺？周文才搖頭。阿九又按下佢嘅腰眼，呢度你酸唔酸？周文才依然搖頭。阿九企起身，拍拍手上嘅灰，咧嘴一笑：你呢個病我醫得到。旁邊正趕過嚟嘅周家老太太聽到呢句話，差啲一口氣上唔嚟。你人呀，同我趕呢個小痴出去。周文才卻嗌咗聲阿媽。老太太愣住，周文才望住阿九，眼神裏面終於起咗一絲波瀾。你叫咩名？阿九號。周文才話：如果你醫唔好，我打跛你對腳。周家老太太點都唔肯，但周文才鐵咗心，佢扭唔過個仔，最後只能黑住面將阿九領入後堂。阿九由懷入面摸出一個油紙包，打開，裏面係3支長短不一嘅銀針，最長嗰支有半隻筷子咁長，最短嘅都有手指咁長。
針身泛住暗黃色嘅光，一睇就知係用咗好多年嘅舊嘢。將衫掀起嚟，阿九話：周文才掀起衫，露出背脊3年嘅攤餓，令佢嘅背脊蒼白瘦削，腰眼處一片發青嘅皮膚，泛住唔正常嘅涼意。阿九拎起最長嗰支針，喺周文才嘅腰眼上面按下按，揾啱位，一針拮落去。周文才嘅背脊猛咁彈咗一下，嘴裏面發出一聲悶哼，咩感覺？阿九問。又痹又脹，仲有啲酸，有感覺就好。阿九點點頭，又拈起第2支針拮入佢後腰另一個穴位。周文才條髀忽然彈咗一下，旁邊扶住嘅老媽子嚇到嗌出聲。老太太揞住嘴，眼淚嘩嘩流。第3支針最短，阿九拮喺周文才腳板底，佢一路捻針一路問：3年前秋天，你淋咗雨之後係唔係重飲咗酒？周文才瞳孔猛地一縮，你點知嘅？阿九耷低頭，手指輕輕捻動嗰支短針。你髀上嘅皮發青，唔係普通嘅寒，係寒氣入咗骨。本來就算淋雨飲碗薑湯就冇事，但你又偏偏飲咗酒走氣，帶住寒氣向下走，塞喺腰眼，就好似一條本嚟流得好暢順嘅水渠，突然俾一堆爛泥塞死咗，水過唔到，所以2條腿就冇晒知覺。周文才聽住聽住，眼眶紅咗。3年嚟幾十個郎中，冇一個問過佢淋雨之後做咗乜嘢，只有一個乞食嘅細路，一眼就睇出病根。嗰啲郎中，阿九嘆咗口氣：我師父講過，醫病一定要問病因，唔問病因，就好似隔住道牆打靶碰運氣啫。第3支針捻完，阿九喺周文才腳板底輕輕拍咗一下。周文才忽然覺得一股熱流由腳底飆上嚟，順住小腿一路向上爬，麻麻酥酥嘅，好似有無數隻蟻喺度爬。佢試下用力2條腿，竟然喐咗一下。旁邊嘅人全部屏住呼吸。周文才撐住藤椅扶手，咬住牙一點一點咁將自己撐咗起身。2條腿震到好犀利，但佢真係企咗起身。佢低頭望住自己對腳，大滴大滴嘅眼淚跌喺地下，行2步私下。阿九話：周文才向前行咗1步，比抬得起攞得落，雖然搖搖晃晃，但確實係自己行緊。老太太撲上嚟攬住個仔，喊到差啲背過氣。伙計們又笑又跳。周文才回過神嚟，想擘轉頭道謝，佢發現阿九已經唔見咗人呢。佢急到嗌伙計追出去2條街，最後喺城隍廟嘅爛牆根下面揾到阿九。幾個老冷細路圍住一隻爛碗，分食半個硬饅頭。阿九正踎喺旁邊，將嗰半個饅頭掰成細塊，一人一嚿咁。分伙計跑到面前，跑到上氣唔接下氣。阿九兄弟，周家叫我嚟接你返去，好酒好菜都準備好啦。阿九擘起頭咧嘴一笑，將嗰最後一啖饅頭塞入嘴，拍你拍手，等我一下。佢擘轉頭對幾個流浪細路話：我晏啲就返嚟，你哋唔好亂走。伙計望住呢幾個面黃肌瘦嘅細路，又望下阿九，心裏面忽然有啲酸。阿九跟伙計返到綢緞莊時，天已經黑透。周家門口掛起紅燈籠，大堂裏燈火通明，圓腿上面擺滿雞鴨魚肉，熱氣騰騰。周文才已經換咗一身乾淨衫，雖然行得重係有啲怠，但眉眼間嘅死氣已經散咗大半。阿九兄弟快啲坐，周文才親自迎上嚟。阿九卻冇即刻坐低，先問我可唔可以洗下手。周老太太一怔，連忙吩咐快啲打盆熱水嚟。阿九認認真真將對手洗乾淨，又洗咗把面，先至喺台邊坐低。佢拎起筷子望住成台做菜，唔知由邊度落筷。周老太太將一碟紅燒肉挪到佢面前，呢嚿肉炆得夠正爛，你試下。阿九夾咗一嚿放入嘴，滿嘴油香，軟硬入味。佢嚼下嚼下，眼眶忽然紅咗。佢耷低頭，大啖大啖咁扒飯，2碗飯落肚，又食咗3嚿紅燒肉，1條魚，半隻雞。周文才幾乎冇點落筷，
一直喺旁邊望住佢，間中俾佢碗裏面夾一塊西瓜。阿狗摸住圓滾滾嘅肚打了個嗝。周大哥，你點解唔食？周文才苦笑，3年冇好好食過飯，胃口又慢慢揚。阿狗點點頭，放低筷子，由懷入面掏出油紙包。今日幫你揸多一次，揸完3次你就可以慢慢行路，但係一定要每日扶住長練，慢慢嚟，唔可以急。周文才問：要幾耐先可以完全好返？最快3個月，最慢半年。阿狗話：我師傅講過，攤得耐嘅人筋骨都鬆晒，要慢慢收緊。第2次揸針，周文才嘅反應比第1次明顯得多。針先拮落去，佢嘅小腿就彈咗起身。揸完第3次，佢已經可以扶住牆喺屋裏面行幾個來回夜深。周家俾阿狗安排咗一間上房，鋪住嶄新嘅棉被，炕燒到暖烘烘，腳底下重放咗個湯婆子。阿狗躺喺嗰張大床上面，翻來覆去瞓唔着。佢從來冇瞓過咁軟嘅床，冇蓋過咁暖嘅被。佢望住窗外透入嚟嘅月光，心裏面諗：師傅，如果你重喺度就好啦，你都可以瞓咁暖嘅床。第2日一朝早，阿狗一開門就見到門口圍咗一大群人，有抬住病人嘅，有扶住老人嘅，有人一見到佢出嚟就撲上去嗌：小神醫，救救我老豆啦！阿狗嚇一跳，連連後退。周文才拄住拐杖出嚟，叫伙計攔住人群，一個一個放入嚟診台後面。阿狗迎嚟第一個病人，係個60幾歲嘅老漢，俾人扶住入嚟，2條腿拖住地下，點樣整親嘅？阿狗問：3年前由屋頂跌落嚟，腰整親咗髀就唔聽使。阿狗喺佢髀上按下按，又喺佢腰上按下按，按咗好耐，最後搖搖頭：你呢個係骨頭嘅問題，我唔識醫。老漢面色一沉，旁邊嘅人起哄：唔係神醫咩？點解連呢個都醫唔到？阿狗老老實實話：我唔係神醫，我淨係識醫一種病。周家少東家係淋雨又飲酒，寒氣塞住經絡，我呢套針法可以通返你。呢種係骨頭傷咗，我醫唔到。老漢擺擺手：算啦算啦，講實話就好。第2個病人係個5、6歲嘅細路，一條腿天生伸唔直。阿狗睇下，依然搖頭。第3個、第4個、第5個，一朝早睇咗幾十個人，阿狗一個都冇接到，全部都係搖頭。門口排隊嘅人漸漸唔耐煩，咩神醫根本就係騙子。阿狗聽到門衛嘅罵聲，耷低頭冇出聲。周文才拄住拐杖行出嚟，對住門口嘅人話：各位鄉親，阿狗兄弟從來冇話過自己係神醫，佢醫好咗我，淨係醫嗰種病。各位信得過就俾佢睇，信唔過嘅周某喺度賠個不是。人群嘈咗一陣，有人問：咁佢到底醫乜病？阿狗行到門口對住人群話：我師傅講過呢種病有幾個特點。第一，攤得突然，今日仲好地地，聽日就唔得。第2，比發青發凍，好似冰咁。第3，要問清楚病因，一定要係淋過大雨之後又飲咗酒，寒氣塞住腰眼，一樣都少唔到。人群靜咗一陣，忽然有人嗌咗聲：我屋企個男人就係咁。一個30幾歲嘅女人拉住一架板車逼過嚟，車上面躺住一個30出頭嘅男人，2條腿露喺外面，皮膚發青發白。女人砰一聲跪喺阿狗面前：小兄弟，話男人舊年秋天收稻谷，淋咗大雨返嚟，又飲咗一碗凍酒，第2日就起唔到身，同你講嘅一模一樣。阿狗眼一亮，行到車前按下男人嘅髀，凍到好似冰，又按下佢嘅腰眼，呢度酸唔酸？又酸又脹。男人話：阿狗面上終於有咗笑意，擘轉頭對女人話：醫得到，但我要講清楚。又炸3次，炸完就可以企起身，但又完全好返，仲要練3個月。女人拼命點頭。3個月、3年都等得。阿狗叫人將男人抬入屋，放喺床上面。佢攞出油紙包3支銀針，喺窗外嘅陽光下泛住暗黃色嘅光。
門口嘅人全部逼到窗邊，睇第一針吉落去，男人哎喲一聲有感覺啦，又痹又脹。第二針落去，旁邊圍觀嘅人驚呼出聲，男人嘅髀猛咁彈咗一下。第三針吉喺腳板底，阿九一路捻針一路問：嗰日淋咗雨蟲，有冇做其他嘢？男人諗下冇，就係收咗道谷，擔擔行咗一段路就係啦。阿九冇再追問，捻完針喺男人腳底拍咗一下，試下企起身。男人撐住床沿，兩條腿放落地，殘威威咁企咗起身。雖然企得唔太穩，但真係企咗起身。女人揞住嘴，眼淚嘩嘩流。男人低頭望住自己對比，忽然嚎啕大哭，兩公婆攬埋一齊喊成一團。阿九企喺旁邊手足無措咁搓住手，周文才喺旁邊笑：好事好事，返去好好養住，日日練行路，慢慢就好晒。兩公婆千恩萬謝，想跪低叩頭。阿九即刻擺手：唔使錢，我呢度唔收錢。女人話：點得㗎，救命之恩呀！阿九撚撚頭：你如果真係過意唔去，送幾隻雞蛋就得。女人連連點頭：好好好，我屋企有雞乸，聽日俾你送雞蛋。三針堂就咁開咗起嚟。周文才將綢緞莊隔籬一間空鋪頂咗落嚟，重新粉刷一新，添咗台燈。床鋪門口掛咗一塊匾，上面寫住三針堂三個字開張。嗰日周文才問阿九：呢個名點樣？阿九拉爛頭：周大哥，呢個名太大啦，我得3支針，萬一嚟咗醫唔到嘅，咪紮招牌。周文才笑：就淨係醫你醫到嘅，招牌係俾人指路嘅，唔係吹牛嘅。三針堂唔收錢，阿九定咗規矩，醫病唔收診金，亦唔收藥錢，淨係管扎針。病人如果好咗，送啲雞蛋青菜就得。消息越傳越遠，有人話係小神醫下凡，有人話係得咗世外高人真傳，有人話係華佗轉世。每日天未光就有人喺門口排隊，長長一條街都塞到水泄不通。可阿九卻漸漸發現嚟揾佢嘅人雖然多，真正醫到嘅卻好少。有啲攤咗7、8年，有啲係中風，有啲係天生嘅。佢一個個睇過去，一個個搖頭，老老實實話：呢個我醫唔到。有人失望咁走咗，有人鬧鬧哄哄咁走咗，可都有一兩個啱啱就係淋雨之後飲酒攤咗嘅。阿九出手3針落去，果然就企咗起身。每醫好一個人，阿九就開心到好似細路。佢對周文才話：周大哥，原來幫人醫病係呢種感覺。咩感覺？俾自己食飽飯重開心。周文才拍拍佢個頭：呢個就係點解師傅教你醫術，醫病救人係值得嘅事。可日子並唔總係太平嘅。呢日黃昏，阿九送走最後一個病人，準備閂門，忽然聽到敲門聲，開門一睇，係個50幾歲嘅中年人，着住灰布長衫，手上面挽住一包點心，點頭哈腰咁笑：阿九，小兄弟打攪晒。你係？我係東街同仁堂藥鋪嘅孫掌櫃。離人側身望咗一眼間鋪，可唔可以入去講？阿九側身俾佢入嚟，點咗一盞油燈。孫掌櫃將嗰包點心放喺台面，笑呵呵咁話：小兄弟，你開張呢排，我一直冇得閒嚟探你，失禮。失禮。阿九望住佢唔出聲。孫掌櫃繼續話：小兄弟醫術高明，我佩服得緊。今日嚟係想商量件事。小兄弟幫人睇病唔收錢，呢份善心真係難得。但醫病仲要用藥，有啲病人淨係扎針唔夠，仲要食藥調理。小兄弟如果願意，可以將病人介紹去我間同仁堂執藥，我一定俾最平嘅價錢。如果小兄弟願意行多一步藥錢，我哋對半分點樣？阿九聽明白對方係想叫佢幫拉生意，佢搖搖頭：我唔識開藥方，我師傅教過我扎針，冇教過用藥。孫掌櫃面上嘅笑容僵咗一下，又話：咁以後有病人你幫手推薦下同仁堂，點樣我被你抽成？阿九依然搖頭：我唔敢亂推薦，萬一推錯咗害咗人點算？
孫掌櫃面上嘅笑終於掛唔住，佢起身將嗰包點心重新挽起，皮笑肉不笑咁話：咁打攪晒小兄弟，你後生路重好長，凡事留返啲餘地。阿九望住佢行出去，心裏面有啲發毛，佢知道自己得罪咗人。周文才聽講之後皺起眉頭，同仁堂嘅孫掌櫃，佢係縣城最大嘅藥材商，手伸得好長，你得罪咗佢，佢命嘅唔敢嚟暗地裏搞搞震就少唔甩。阿九冇太放喺心，日子照樣過，該接嘅病人接，該搖頭嘅搖頭，何無過幾日麻煩就嚟咗。呢日朝早，三針堂門口嚟咗個40幾歲嘅男人，着得體面，自稱係知府大人府上嘅管事姓黃。佢話知府老太太癱咗2年，聽講阿九醫術高明，特登嚟請佢去府城睇病。阿九問咗老太太嘅情況，搖頭話：跌親嘅，我唔醫，我只係醫一種病。嗰個黃管事嘅面色變下：小兄弟，知府大人講咗，只有醫得好診金，隨你開100兩200兩都冇問題。阿九依然搖頭：唔係我收唔收錢嘅問題，係我唔識醫。黃管事起身，面色已經唔係幾好睇。小兄弟，知府大人請人，從嚟冇人夠膽話唔去。阿九望住佢，忽然問：你係知府大人府上嘅，你貴姓？我姓黃。哦，阿九點點頭，冇再出聲。黃管事等咗一陣，見佢冇改口嘅意思，冷哼一聲，拂袖而去。中午周文才過嚟送飯，阿九將件事講咗。周文才面色一變：知府大人姓李，唔係姓黃，佢府上嘅管事，我見過姓張都唔係姓黃。阿九心裏咯噔一下，嗰個係假冒嘅。周文才面色鐵青：有人假冒知府嘅人，想呃你出去。阿九雖然覺得唔對路，卻唔知道背後到底係乜人。佢只係一個乞食出身嘅窮細路，邊個會費咁大心機嚟對付佢？周文才話：呢幾日你小心啲，我叫2個伙計喺門口守住，夜晚閂好門。接連幾日都冇動靜，阿九慢慢放寬心。呢日傍晚，佢啱啱送走最後一個病人，街上忽然傳嚟一陣慌亂嘅喊聲。阿九伸出頭去，見到一個中年婦人攬住一個10幾歲嘅細路，跌跌撞撞跑過嚟。小神醫救命！細路面色通紅，渾身滾燙，已經暈咗過去。婦人喊到喘唔到氣：我個仔發咗2日高燒，今日燒到人都暈咗。阿九將細路放喺床上面，摸下額頭，熱到嚇人。佢急到團團轉：我唔識醫發燒，我師父冇教過我，快啲送去醫館揾郎中。婦人一把拉住佢：你唔係神醫咩？求下你救下佢啦！阿九正唔知點算好，門忽然俾人一腳踢開，幾個彪形大漢衝入嚟，為首嘅就係嗰個假冒知府管事嘅男人。佢一手揪住阿九嘅衫領：你呢個騙子，我細佬俾你醫壞咗，今日唔同你計較唔得。阿九俾佢揪到雙腳打空，驚道：你細佬？邊個係你細佬？前幾日喺呢度醫，俾嗰個大漢狠狠一拳打過嚟。阿九閃咗一下，都係俾人打低在地。幾個人衝上嚟，對住佢又踢又打。佢抱住頭拳埋一團，一聲都冇出過。個婦人攬住細路，嚇到不停尖叫。鋪裏面嘅伙計衝入嚟想攔，都俾人打翻在地。周文才拄住拐杖衝入嚟，一聲短喝住手。佢將拐杖狠狠向地下一篤，盯住嗰幾個人：有事講清楚，喐手打人算咩本事？大漢認出佢收斂咗少少。周文才扶阿九起身，阿九鼻青面腫，嘴角流住血，卻話：帶我去睇下你細佬。大漢愣一下，終究點咗頭。阿九跟住大漢去到城東一戶人家，一入門就聽到入面有人痛到哼哼聲，床上躺住一個30幾歲嘅漢子，一條髀腫到發亮，掂都唔敢掂。阿九行過去，按下條髀：你係咪返去之後冇好好養，行咗遠路？嗰個漢子咬住牙話：扎完之後覺得好咗好多，就想出去行下。阿九話：就係啦。
你條髀唔係我醫壞嘅，係你冇好返晒就亂喐，傷筋動骨嘅地方又受咗累先至會腫。我幫你通咗淤血，但入面嘅筋同骨仲未生好，要好好養住先得。隔籬個大漢唔服氣，放屁，明明係你冇醫好。阿九冇驚佢，反而平靜咁話：你唔信去請第二個郎中嚟睇。如果第二個郎中都說係我醫壞嘅，我認；如果係你自己整壞嘅，你要同我道歉。床上嘅漢子忽然開咗口：大佬唔好鬧啦，佢講得啱，的確係我自己。返去之後急住行路，大漢面色一陣青一陣白，半天冇出聲，最後硬邦邦咁講咗句對唔住。阿九抹咗一下嘴角嘅血，咧嘴笑下：唔緊要，你都係心急。天已經黑晒，阿九一拐一拐咁行返去，周文才跟喺佢後面，又心痛又嬲：你脾氣都好得滯啦，俾人打咗重可以笑住同人講嘢。阿九話佢細佬攤住佢，心裏面急，換咗邊個都會急。周文才嬲到唔興，但望住佢嗰個樣，又咩話都講唔出。呢晚阿九啱啱瞓低，門又俾人拍開嚟嘅，竟然係同仁堂嘅孫大夫。嗰日孫掌櫃嚟拉生意，阿九冇應承嚟嘅，卻係鋪裏面坐堂嘅孫大夫。佢身邊跟住一個中年婦人，攬住個細路，就係傍晚嗰個發燒嘅細路。孫大夫話：小兄弟，呢個細路嘅病，我睇過要用麻黃湯化汗，可同仁堂嘅麻黃啱啱斷咗貨。其他藥鋪問勻都冇，聽講你呢度有藥。阿九愣住：我有我邊度嚟嘅藥？孫大夫眼神有啲複雜：你呢度唔係開咗3針堂咩？周文才喺隔籬聽住，面色慢慢沉落嚟。孫大夫同仁堂嘅麻黃真係斷咗貨。孫大夫點頭：斷咗幾日，其他藥鋪呢？我問勻晒都冇。周文才冷笑一聲，對阿九話：有人開始出手啦。阿九心裏一寒，佢忽然諗起嗰個假冒嘅知府管事，又諗起孫掌櫃皮笑肉不笑嘅樣，一下子全部明白晒。有人短晒全城嘅麻黃，就係為咗逼佢。可嗰個細路點算高燒唔退，冇藥就只能硬頂。阿九低頭沉默咗好耐，忽然諗起啲乜，擘轉身返屋，黐出一個爛包袱。包袱底壓住一個紙包，打開係一把乾枯嘅草藥，嗰係佢師傅臨死前留俾佢嘅話，萬一發燒就煲水飲。佢將紙包遞俾孫大夫：你幫下眼，呢個用唔用得？孫大夫接過去，湊到燈下仔細睇下，又聞下眼一亮，係好嘢，清熱解毒退燒，啱啱好。阿九鬆一口氣，將藥包遞俾嗰個婦人：快啲返去煲俾佢飲。應該退到燒。婦人接咗藥，眼淚又流落嚟，想跪低叩頭。阿九攔住佢：唔好嘥時間，快啲返去俾細路飲藥。孫大夫都跟住走，臨走前擘轉頭望咗阿九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人都走晒，屋裏面剩返阿九同周文才。阿九坐喺燈下好半天冇出聲。周文才嘆口氣：阿九，你知唔知係邊個對付你？阿九點點頭。只係同仁堂嘅孫掌櫃。你打算點算？阿九沉默咗一陣，低頭話：我唔知，我只係個乞食嘅，鬥唔過佢哋。周文才拍拍佢膊頭：你唔記得一個人啦，仲有我。阿九擘起頭：周大哥，佢哋點解要對付我？我又冇搶佢哋生意。周文才話：你冇搶，可你唔收錢，窮人就全部湧晒去你度。嗰啲藥鋪郎中生意差咗，自然憎你。孫掌櫃嚟拉攏你，你唔肯，佢覺得你擋住佢條路。阿九慢慢耷低頭：好，我只係識醫一種病，醫唔到嘅，我都叫人家去醫館。你醫好嗰啲人，佢哋唔會再去揾其他郎中啦。周文才話：嗰啲郎中嘅生意少咗，自然要怪你。今日嗰個細路，如果唔係你從手師傅留低嘅藥，就只能硬頂。下次再有病人要用其他藥，你攞咩救？阿九冇出聲，佢望住窗外黑沉沉嘅夜色，忽然話：周大哥，我師傅當年點解會淪落到乞食？
周文才一怔，阿九繼續話：師傅都係俾人害嘅，佢只會醫一種病，淨係醫淋雨之後癱咗嘅人。佢醫好咗好多人冇搶邊個嘅生意，可都係有人害佢。佢俾人打過，俾人鬧過，最後只能喺城隍廟度乞食。冬天凍死嗰晚，佢仲拉住我隻手話：救得到就救，救唔到唔好勉強。佢頓下把聲更低咗。我以為只有我唔收錢，唔搶人生意就冇事可係，睇嚟唔係咁。窗外嘅雪越落越大，簌簌咁跌喺窗沿上。阿九企起身行到門口，望住外面白茫茫一片。周大哥，你話我仲可以留喺度嗎？周文才拄住拐杖行到佢身邊，望住佢心頭一震。阿九，呢度就係你嘅屋企，邊個想趕你走得過我周家呢關？阿九冇出聲，淨係望住外面嘅雪話。頭先我好似見到一個人影。周文才順住佢目光望去，窗外風雪茫茫，乜都睇唔到。3日後，阿九好早就起身喺門口掃雪，忽然見到一群人圍喺城隍廟嗰邊。佢行過去一睇，心頭一緊，雪地上面躺住一具屍體，40歲左右，着住灰布長衫，塊面向下趴住。身下嘅血已經凍成紅黑色嘅冰係。嗰個假冒知府管事嘅王貴，隔籬企住2個公差，正驗緊屍。其中一個擘起頭，見到阿九行過嚟問：你就係三針堂嘅小郎中？阿九點點頭，你識得佢？阿九猶豫下，話見過一次。佢話自己係知府府上嘅管事嚟請我去睇病，我冇去。公差又問咗幾個問題。阿九將嗰日嘅事講一次，公差聽完揮揮手叫佢走，阿九冇即刻返去，佢踎到嗰幾個流浪細路面前，最細嘅丫頭小花凍到猛咁震。阿九壓低把聲問：小花，你哋尋晚有冇見到啲乜？小花搖頭，眼裏面全係驚恐。隔籬個大狗子忽然開口：九哥，尋晚有人嚟過。阿九一愣，邊個？天黑睇唔清。大狗子壓低把聲，但嗰個人講嘢我聽出係邊個？同仁堂嘅孫掌櫃。大狗子話佢俾咗王貴1包銀，話事成之後重有。後來半夜有人嗌咗一聲，等天光出嚟就見到咁樣。阿九心裏一沉，正要走，公差又叫住佢：小兄弟，如果你諗起啲乜嚟縣衙揾我。阿九點點頭，返到三針堂。周文才已經起咗身，精練長路，見到阿九面色唔啱，問道：做咩？阿九將件事講咗。周文才聽完，沉默咗好一陣，先至話：阿九，呢件事恐怕係衝住你嘅。我知。阿九點頭。王貴之前嚟揾過我唔同意，而家佢死咗，死喺我以前住嘅城隍廟門口。如果有人想屈我，周文才面色變咗。你懷疑係孫掌櫃？我唔知。阿九搖頭，但王貴一死就冇人知係邊個指使嘅。周文才喺屋裏面行咗幾個來回，忽然停低。阿九，呢幾日你邊度都唔好去，就留喺鋪頭，有人嚟問話，照實講，其他唔好多講。阿九點點頭。接下嚟幾日，縣城裏面議論紛紛，有人話王貴係俾人殺人滅口，有人話佢得罪咗唔應該得罪嘅人，亦有人話係報應。公差來來回回查咗幾次，問咗唔少人，可最後都冇查出個結果。就喺大家以為件事會不了了之嘅時候，又出事。呢日黃昏，阿九正收拾緊嘢準備閂門，忽然嚟咗一群人，為首嘅係個着青衫嘅後生仔，30歲左右，白淨面皮似個讀書人。身後跟住幾個衙役，仲有2個人抬住一副擔架。阿九小兄弟，我係縣衙嘅陳師爺。青衫人拱手話：奉縣令之命，請小兄弟過堂問話。阿九心裏一緊，咩事？陳師爺向旁邊讓開，露出擔架上面嘅人，係個50幾歲嘅老漢，面色蠟黃，2條腿腫到發涼。嗰個老漢叫劉老三，半個月前阿九醫過嘅人。淋雨之後，攤咗阿九幫佢紮咗3針。當時明明企咗起身，
可眼下佢條髀卻腫成咁樣。陳師爺呢個老漢話：你醫壞咗，佢要告你草菅人命。陳師爺話：阿九踎低身仔細睇，下條髀腫到發亮，一減一個氹，小腿上面仲有一處潰爛嘅傷口，向外流住黃水。佢擘起頭望住老漢：劉大叔，你呢條髀係咪後來又整親過？老漢眼神閃爍，唔敢望佢。隔籬個婆娘衝上嚟嗌：你重咁狡辯，我男人就係俾你醫壞嘅，你呢個騙子！阿九冇理，佢淨係盯住老漢：劉大叔，你同我講實話，你髀上呢個傷口係我幫你扎針扎嘅，定係後來整嘅？如果你肯講實話，可能仲有得救；如果唔肯講，呢條腿就保唔住。老漢渾身一震，嘴唇哆嗦緊，卻冇出聲。嗰個婆娘又要鬧，陳師爺忽然開口：劉老三師爺問你話，你要如實回答，呢條腿到底係點整壞嘅？老漢擘大個嘴都係冇出聲。婆娘又嗌：青天大老爺，你要同我哋做主啊！我男人如果攤咗，我一家大細都冇命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人群外面忽然傳嚟一個聲，佢唔敢講，我嚟講。眾人擘轉頭望去，只見一個白髮蒼蒼嘅老婆婆俾人扶住行過嚟。阿九認得出係城隍廟門口賣茶嘅劉婆婆。劉婆婆行到陳師爺面前，行咗個禮：師爺，老婦人有話講。陳師爺點頭：老人家請講。劉婆婆指住嗰個婆娘：呢個女人前幾日嚟揾過我，要我幫手作證，話劉老三係喺三針堂俾人醫壞嘅。我冇應承佢就鬧我。後來我親眼見到佢叫隔離鄰舍幫手將劉老三抬返咗屋。陳師爺擘轉頭望住老漢：劉老三，你仲有咩話說？老漢耷低頭，唔敢出聲。婆娘跳起身又鬧，俾衙役攔住啦。劉婆婆繼續話：條腿根本唔係醫壞整壞嘅。嗰日我去河邊洗衫，親眼見到佢叫人將佢抬走。後嚟點解就變成三針堂醫壞嘅？陳師爺沉吟片刻，一揮手將呢兩個人帶回縣衙仔細審問。婆娘俾人拖走時，擘轉頭狠狠瞪咗阿九一眼，個眼神好似刀咁。劉老三都俾人抬走，一路哼哼唧唧，都唔知係痛定係後悔。人群慢慢散開，阿九行到劉婆婆面前，唔知應該講咩。劉婆婆擺擺手：咩都唔使講，你請我飲過一碗水，俾過我一包嘢食，我記得你嘅好。阿九鼻頭一酸，眼淚差啲跌出嚟。劉婆婆拍拍佢隻手：細路，有人要害你，你小心啲。呢兩個人係同仁堂嘅孫掌櫃指使嘅，我去街上親耳聽到佢同嗰個婆娘講嘢。阿九返到三針堂，將呢件事同周文才講咗。周文才面色好沉重。劉老三件事雖然拆穿咗，可背後嘅人唔會罷休。阿九沉默咗好耐，忽然話：周大哥，我想去見下孫掌櫃。周文才一愣：去見佢做咩？我想問佢點解要害我？周文才諗：吓，我陪你去。兩個人去到同仁堂，伙計話孫掌櫃唔喺度。阿九企喺門口等咗一陣，正準備走，忽然見到街角有個熟悉嘅身影一閃而過，係大狗子。大狗子拉住阿九跑到偏僻處，喘住氣話：九哥，孫掌櫃死咗。阿九腦裏面嗡一聲：點死嘅？大狗子話：聽講今朝早跌落河浸死咗，可我看見有人推佢落去嘅。天黑睇唔清係邊個，淨係見到一個着黑衫嘅人影，推完人就跑。阿九渾身發涼，半天講唔出話。周文才面色鐵青，殺人滅口，一個接一個全部死晒。阿九心裏面一陣陣發寒，原來嗰個匿喺暗處嘅人，一直盯住呢一切，盯住黃貴，盯住孫掌櫃，盯住所有同阿九有關嘅人。周大哥，阿九把聲繃到好緊，到底係邊個？周文才搖搖頭，唔知，但呢個人一定同你有關係，同你呢套針法有關係。阿九忽然諗起師父臨死前講過嘅話，有個仔學醫唔成，害咗人之後走咗。
師傅揾咗好耐都揾唔到，反而拖垮咗自己身體。嗰個害咗人走咗嘅人，同呢件事有冇關係？佢正諗緊門，忽然俾人推開，一個衣衫破爛嘅老頭跌跌撞撞跑入嚟。小兄弟救命！阿九嚇一跳，仔細一睇，老頭60幾歲，瘦到皮包骨，渾身發抖，滿面驚恐。有人要殺我，快追到呢度啦！話未講完，門外一陣腳步聲，幾個黑影衝入嚟，為首嘅一手揪住老頭嘅衫領，老嘢仲想走，老頭拼命掙扎，向阿九身後躲。阿九企起身攔喺中間，你哋係邊個？為首嘅人盯住阿九，忽然笑，你就係嗰個小郎中，呢個老嘢同你有啲關係係嘛？阿九擘轉頭望住老頭，你係？老頭耷低頭唔敢睇佢。隔籬嘅人話，佢就係當年嗰個害咗人嘅郎中陳有福，佢醫壞咗一個人，全家揾咗佢10幾年，要佢還債。阿九望住呢個老頭，心裏面講唔出係咩滋味。呢個就係師傅臨死前念念不忘嘅仔，嗰個害咗人，走咗師傅揾足1年都揾唔到嘅不孝子。老頭忽然撲通一聲跪喺阿九面前，老淚縱橫。小兄弟，我知道我對唔住，我老豆對唔住你，可我真係唔係有心嘅。當年我何捱唔精出去幫人醫病，醫壞咗一個人，被告咗官，我就走咗。嗰10幾年我東躲西藏，根本唔敢露面。前幾日聽講我老豆嘅針法傳咗俾你，我就想嚟睇下。阿九低頭望住佢，沉默咗好耐。你嚟睇乜？睇下我老豆留低嘅嘢。老頭眼淚嘩嘩流，唔係眼紅，係想求你救一個人。阿九愣住老頭話，我當年醫壞嗰個人攤咗15年，呢15年我每晚都瞓唔着，一單眼就諗起佢。我想過返去救佢，可我唔敢，怕俾人打死。前幾日聽講你醫好咗周家、少東家，我就諗，如果你可以醫好嗰個人，就算要我條命，我都願意。追佢嘅幾個人開口，小兄弟，我哋替個家人討個公道。如果你醫得好嗰個人，以前嘅數一筆勾銷；如果醫唔好，就要呢個老嘢償命。阿九望住呢個老頭，又望住嗰幾個敘數嘅漢子，沉默咗好耐。最後佢話，帶我去睇下嗰個人。阿九跟住幾個人出門，周文才唔放心，叫2個伙計。跟住陳有福一路耷低頭跟喺後面，似個做錯事嘅細路。行咗大半粒鐘，去到城東一條巷仔，巷仔盡處有戶人家，木門殘舊，油漆都甩得七七八八。推門入去，院裏面亂糟糟，堆住柴火同爛家私。正屋門口企住一個婦人，40幾歲，頭髮白咗一半，面上嘅皺紋好似都刻出嚟。佢見到陳有福，眼裏面差啲噴出火，可見到阿九，嗰團火又熄咗，變成一臉疲憊同埋一絲期盼。呢個就係小郎中。佢問帶路嘅人，嗰個人點點頭。婦人側身讓開一條路，阿九跟住佢入咗屋。屋裏面光線昏暗，一陣藥味溝埋發霉嘅氣味撲面而嚟。床上躺住一個人，被裹到實，淨係露出一個頭。阿九行近睇，嗰個人40歲左右，瘦到完全走晒樣，顴骨高高凸起，眼窩深陷，面色蠟黃，嘴唇乾裂。唯一重有生氣嘅係嗰對微微轉動嘅眼。婦人行到床邊，輕聲話：當家的小郎中嚟咗。床上嘅人眼皮喐下，慢慢擘開眼，渾濁嘅眼珠轉幾轉，望住阿九，嘴唇哆嗦住，發出沙啞嘅聲：你就係嗰個小郎中。阿九點點頭。嗰個人忽然笑下，笑得幾難看。聽講你醫好咗周家少東家，瞓咗3年都企翻起身，我瞓咗15年，唔知仲有冇得救。阿九掀開被2條腿露出嚟，在場嘅人全部都吸一口涼氣。嗰2條腿比周文才嘅嚴重得多，皮肉已經完全萎縮，好似2碌枯柴青筋暴起，好似蚯蚓咁盤踞喺髀上。膝頭以下嘅皮膚發黑，腳趾蜷縮變形，指甲又厚又黃。
阿九伸手按下，硬到似木頭，完全冇反應。佢又按下對方嘅腰眼，呢度呢有冇感覺？嗰個人話有啲酸。阿九心裏一動，有酸就好，有酸就證明氣血重行到嗰度。你呢個腰上面嘅傷係小問題。阿九話關鍵係髀上面。婦人忍唔住插嘴，佢15年前喺田裏面做嘢，俾牛頂咗一下腰，整親咗。當時重行得，後來揾咗個郎中嚟醫，揸咗幾針，嗰晚就痛到死去活來。第二日兩條腿就冇晒知覺。嗰個郎中漏夜走咗，連醫藥費都冇俾。門口嘅陳有福耷低頭，渾身猛咁震。婦人繼續話：呢15年我哋請過好多郎中，有啲開藥方，有啲揸針，全部冇用。後來冇錢就冇再請。阿九沉默咗好耐。呢個人攤咗15年，俾師傅教過嘅所有病例都嚴重，病根扎得太深，氣數虧得太犀利，照道理係唔應該醫嘅。可嗰對眼令佢諗起師傅臨死前嘅樣，嗰種唔甘心，嗰種重想和諧佢嘅念頭。大叔，阿九話：我同你講實話，你呢條髀攤咗15年，比我師傅教過嘅任何病人都嚴重。我可以試下，但唔保證一定醫得好，就算醫得好，都起碼要扎幾十次，仲有休日練，1年2年都未必可以完全好返。你願唔願意試？嗰個人沉默咗一陣，忽然話：我一早想死，可唔敢死，3成都好，就算得返1成，我都想試下。如果真係可以企返起身，哪怕淨係企1日，我都心滿意足。阿九心裏一酸，點點頭。佢叫人將衫掀起嚟，露出背脊15年嘅攤和，令呢副身軀瘦到似一具骨架，脊骨一節一節突出嚟，壓瘡同疤痕觸目驚心。阿九攞出銀針3支針，喺昏暗嘅光線下泛住暗黃色嘅光。佢舉起針猶豫下，師傅教嗰套針法係醫10年以內嘅病，呢個已經15年，病根深得多，氣血虧得多。照道理唔應該喐手。可嗰個人嘅眼神，佢諗起師傅最後講嘅話：救得到就救，救唔到唔好勉強佢。深吸一口氣，將最長嗰支針慢慢拮落去。嗰個人背脊猛咁彈，下咬住牙冇出聲。阿九慢慢捻針，咩感覺？又脹又痹，仲有啲熱。阿九心裏一鬆，有反應就好，證明氣血從未死。佢換第2支針，拮喺後腰另一處。嗰個人嘅髀彈下，隔籬嗰個婦人揞住嘴。第3支針拮喺腳板底，嗰個人蜷縮咗15年嘅腳趾忽然微微伸開咗少少。婦人嘅眼淚一下子湧出嚟。嗰個人低頭望住自己對腳，嘴唇哆嗦半天，一個字都講唔出。阿九拔出針，今日先到呢度，3日後我再嚟呢幾日。你每日用熱毛巾敷髀，敷完由下肢上搓到快愈為止。婦人連連點頭，好記得晒。阿九起身向門口行，經過陳有福身邊時停下，你跟住我出嚟。巷仔入面，陳有福耷低頭跟喺後面。阿九擘轉頭望住佢，師傅揾咗你1年，最後都揾唔到。佢冬天凍死喺城隍廟嗰晚，好凍。陳有福嘅眼淚嘩嘩流，成個人軟落去，跪喺地，額頭掂住地面。阿九話：如果你真心想贖罪，就留低伺候嗰個人。佢瞓咗15年，佢老婆伺候咗佢15年，應該換個人。你願意，我去同佢哋講；唔願意，你而家就走，以後唔好再俾我見到你。陳有福擘起頭，滿面係淚，忽然扣咗3個響頭。我願意，我願意。佢擘轉身跑返嗰戶人家，對住嗰個婦人將阿九嘅意思講咗。婦人聽完冷笑一聲：可以。我男人如果真係可以企返起身，我就當饒你一命。屋裏面傳出嗰個男人嘅聲：俾佢留低啦，我呢15年拖累你太多。陳有福行入屋，跪喺床前叩咗3個頭：大哥，我對唔住你，由今日起我條命就係你嘅。嗰個人望住佢，半晌嘆出一口氣：如果你真心就幫我老婆做啲嘢啦。
佢呢15年實在太苦。阿九企喺門口望住呢一切，心裏面忽然諗起師父。如果師父在天有靈，見到眼前呢一幕，唔知心入面會係咩滋味。天快黑，阿九行喺返去嘅路上，身後忽然傳嚟腳步聲，擘轉頭一睇，係嗰幾個嘴數嘅漢子，為首嘅對佢抱拳。小兄弟，我講嘅話算數，唔理醫，唔醫得好筆數從此勾銷。阿九話：我從未醫好。嗰個人話：你應承幫佢醫，對我大嫂嚟講已經係天大嘅希望。你唔知呢15年佢係點樣捱過嚟。阿九冇出聲，點點頭，繼續行返到三針堂。周文才仲喺度等，聽完經過佢嘆口氣：阿九，你呢個心腸太軟。阿九問：遠唔好咩？周文才望住佢：好係好，只怕以後你仲會食更多虧。阿九笑下冇出聲。此後阿九隔幾日就去城東嗰條巷仔幫嗰個人扎針。第3次去嘅時候，嗰個人嘅髀已經感覺到輕微嘅觸摸。第5次腳趾可以自己喐。第10次嗰個人喺阿九嘅攙扶下，第1次自己坐咗起身。婦人企喺旁邊，用手揞住面，喊到停唔到。嗰個人坐起身之後，望住自己對髀發咗好耐呆，忽然話：小兄弟，你俾我試下企唔企到？阿九諗下，扶住佢慢慢落床，兩條腿踩喺地面震得好犀利，可嗰個人嘅腳趾用緊力，腳踝用緊力，成條腿都用緊力。佢撐住床沿，一點一點咁將自己撐咗起身。雖然淨係企咗幾個呼吸就坐返低，佢企咗起身，所有在場嘅人都喊出嚟。陳有福跪喺門口，叩頭叩到額頭都損埋。嗰個冬天嘅尾，阿九醫好咗第9個病人，第10個就係嗰個癱咗15年嘅漢子，而家已經可以扶住牆行幾步。佢老婆終於可以騰出手，將屋裏面嘅柴劈晒完，掃乾淨屋頂漏水嘅地方補返。陳有福每日都喺嗰度伺候擔水劈柴煮飯，咩都做。得閒嘅時候，佢跟住阿九學針法，學得好認真。佢年紀大，但勝在心誠，每一個穴位都要反覆琢磨，每一個病人嘅情況都要問得清清楚楚。有時阿九喺燈下睇醫書，睇到深夜，一擘頭就見到陳有福都喺角落頭借住嗰啲光睇書，兩個人邊個都唔出聲，似兩尊安靜嘅雕像。呢年秋天，陳有福自己扎咗第1個病人，嗰個人淋咗雨又飲咗酒，當場癱咗。陳有福照住阿九教嘅方法3針落去，嗰個人當場企咗起身。陳有福開心到傻咗，跑到城外嘅亂葬崗跪喺老豆墳前，一跪就大半日。阿九知道之後咩都冇講，淨係笑下。後嚟成個縣城嘅人都知，三針堂有2個郎中，一個後生，一個年老後生嘅叫師傅，年老嘅反而叫徒弟。有人覺得奇怪，開口問後生嘅就話：所以唔分年紀，邊個先學識，邊個就去師傅年老嘅聽完。眼眶紅咗好耐。冬天又嚟，阿九好早就買好麵粉，整成饅頭送去城隍廟，俾嗰幾個流浪細路。最細嘅丫頭見到佢就撲上嚟：九哥。阿九摸摸佢個頭，將饅頭塞俾佢食啦，唔夠再嚟攞。丫頭搖搖頭：九哥，你俾嘅衫好暖。阿九笑返去嘅路上，經過城東嗰條巷仔，嗰個癱咗15年嘅漢子正扶住牆一步一步行。見阿九經過佢揮揮手，阿九都向佢揮揮手繼續行。雪花開始飄，係今年第1場雪。阿九擘起頭，望住雪由天上面跌落嚟，跌喺面上涼絲絲。佢忽然諗起師父講過嘅話：人呢一世就好似雪花咁，由天上面跌落地下，唔知會跌喺邊度，但只要跌喺應該跌嘅地方，就已經足夠。三針堂盞燈重着住門口，排住幾個等睇病嘅人。陳有福企喺門口張望，見到阿九返嚟，趕緊迎上前：阿九，嚟病人同你醫嗰種病一模一樣。阿九點點頭，拍走身上嘅雪，跨過門檻，
屋裏面燒住炭火，暖烘烘。病人望住佢，眼裏面全部係期盼。阿九行到佢面前，由懷入面掏出油紙包，打開3支銀針，喺燈光下泛住溫潤嘅光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祝你晚安，發個好夢。